有一位是伫咧越南大汉的桃仔，另外一位是最爱用台语念落皮王水源。爱念落皮也爱台语的这两个人，头一摆合作就摕到宝鸡音乐创作的冠军。咱也赶紧来看因创作的过程。旋律听起来有够轻松，你无听唔到，这是越南语甲台语的 hip hop。创作者就是今年25岁伫咧台南成大读艺术研究所的王水源，也佮有今年22岁拄对政治大学毕业的桃子。歌名叫《寻人》嘛，所以我们其实是在寻找别人的时候寻找自己。桃子自细汉就伫咧越南大汉，妈妈越南人，爸爸是台湾人。伊到11岁时阵才开始学中文，一直以来，伊讲母语甲伊的 hip hop 音乐都拢是夹夹做伙。伫咧中华大汉的王水源也对家己的身份认同出发。伊讲一直以来对中华民国拢感觉真气愤，加在阿嬷细汉教伊台语，互伊有这副母语锁匙，通走找历史，认捌家己。所以，阮咧写的时阵，阮爱确定阮所要表达的思想，佮爱顾着押韵，佮爱顾着 flow， 就是伊听起来感觉，我拢是一边想一边写，一边查台语的字典。王水源便若有闲，就会伫咧房间浸伫咧密沙的世界，希望用土地资本的乐器，甲各种的 flow， 记录家己所在的自由时代。伫阮这个时代享受自由的同时，阮嘛应该爱去了解伊是安怎来的，阮才有法度去了解阮家己，熟悉阮家己。Để đâu phải tôi là ai theo đúng thế nào là sai khi một thứ gì đó chỉ trong một nhảy mà take it slow mo 所以quá nhiều rồi 我觉得生命中不能缺少声音，母语创作是一定会继续的，然后创作是它不是一个自己强迫自己要做的事情，我们是因为喜欢所以才去做的一件事情。因为对母语的热爱，桃子甲王水源拢讲，定着会继续创作，互更较侪人听到母语时行佮摔拍的迄一面。记者阿敏芝、林小凯台北报道。